绕境的定位啊，你看，随乡地图了，会到那个将军溪畔哦，找那个将军溪，这个就是将军溪，将军溪溪畔，在西南边呢，往西边嘛，往台湾海峡方向，你看将军溪畔。到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西南边呢、将军溪畔算西边还是西南边？将军溪畔呢，有白礁亭，到那边祭拜列祖列宗，那里也有蜈蚣阵会到达，神教正统都会到达，举行那个祭奠仪式，然后再返回那个水甲市区啊，要绕境啊，会有绕境。你看看，往西边了，靠近台湾海峡，那将军溪啊，你看。